青春之心，双手借给我。风萧萧，梦无情意，孤夜起舞暗淡的花无边难为爱伤情，怨恼我。 满无青春之心，风也起，声声依依，音乐又搁想起你开天，为情像玫瑰，若无爱拢是痴，才忍情伤心伤袂停。 是袂堪的过去，写在心的情意，每拢也袂开咱的心。若是有一日行了面前，温馨的问你，敢有你一寸的真心？ 想起你开天，人生像玫瑰，若无爱拢是痴，才忍情伤心伤袂停。放是袂堪的过去，写在心的情意，每拢也袂开。 若是有一日行了面前，温馨的问你，敢有你一寸的真心？放是袂堪的过去，写在心的情意，每拢也袂开咱的心。 若是有一日行了面前，温馨的问你，敢有你一寸的真心？谢谢。谢谢深港朋友，谢谢我们韩国朋友。 再一次来到彰化，你有看现场就在听你唱歌，对不对？有，我跟着。我们几月才见啊？月初才见。上个礼拜。对。记者会的时候。是耶，真的很开心。今天我们现场真的跟我们现场的所有好朋友们一起在现场参加全程我们的公益晚会，一起同乐。真的，一起同乐。还有包括我们的曾乡长也是，还有我们现场很多的贵宾，还有好朋友们。是。你知道吗？你的歌迷朋友今天中午就来了，包车下来。谢谢你们。 谢谢。你是很开心的感觉，对不对？很开心啊，因为刚办完那个音乐会，对。然后呢，又马不停蹄的来到了香港跟大家见面。我觉得每一次的工作机会呢，都让我收获很多，尤其呢可以跟我们的乡亲朋友接触，我觉得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然后也谢谢我的粉丝朋友们，谢谢。感恩哦。我做给你保庇。你讲这句话
哪有14尊妈祖？我出生的时候13尊。对，我是被给妈祖看长大的小孩。对，你跟妈祖真的很有缘呢。对我出道了8年吧，我几乎做了活动，差不多有70%都是跟妈祖有关系。没错，这妈祖的囡仔对不对？你的唱歌够好听，声歌够缘投。谢谢。是不是？够恭维，够友好，够大心。哎，怎么有这么多的优点呢？不是，我刚刚讲引导的时候，他们有点叫得太慢了。真的？好，我再重 Q 一次，再重新 Q 一次。跳一次哦，来 OK 好。唱歌够好听。太慢了啦！你们要是看《黄金年代》，你要知道效果。我知道你跟彩华姐的主持的节目。我妈待会就来了。对，妈妈等一下就来了。妈待会就来了。母子今天要在这里见面了。对，好来，波比这样子，来，唱歌够好听。我被转顶了哦。谁敢我引导？有好多大心，是不是？你看，刚讲领导给。哎，真的。我给讲的也不好意思。突然害羞起来了。对，谢谢。可是呢，彩华姐讲了，她跟我说，人家跟你学了，你赶快接受，你讲对，希望越来越好。哎呀，是不是？其实我们今天好多，你看全场的朋友，你知道蔓延到后面都是，有没有满满的都是人？我刚一下车的时候，车子就旁边包围了一堆人。我想说，哇，天哪！也太感人了吧，这个画面是不是？对啊，谢谢你们这么热情，谢谢。对，这也是我们县府非常的贴心。今年我们把这个创意它改变一下，我们就是联合我们彰化县政府的妈祖文化节，我们彰化县的这个百年公庙，然后13间的妈祖公庙一起来办，然后我们县府把它连结在一起，一连串的活动，所以今天是压轴的公益晚会。我就说今天是那个妈祖闺蜜的日子。妈祖闺蜜，姐妹们的聚会。对，他们可能就在喝下午茶，喝咖啡吃晚餐。今天还有祈福典礼，今天下午对不对？很热闹。还有我们今天，你看我们今天的贵宾，真的很难得。我们今天连柯议员都在全程都一起来看表演哦。是说呢，这个小凯啊，真的唱歌好听，然后又有这么多的粉丝、歌迷、好朋友，对彰化也很熟悉啦。很熟，常来。每次来彰化，你大家给分享一下，有什么好吃的？最爱吃啊！我拄则早去吃，俺附近有一间咧卖烤肉饭的，烤肉饭，伊嘛咧卖头汤鱼鸡，我们那边打包那个头汤鱼鸡愉快。然后呢，他到7点，所有东西就没了。我吃完说，拍谁？我再外带一份那个头汤鱼鸡的那个料，他说没有，我们卖完了。所以你看，这边不仅东西好吃。人潮也好多，一下就没了，满满的都是人。我说人不都来这边的吗？怎么还为什么还会卖光这样子？很好吃的东西耶，真的。我下次一定要来深港好好走走，因为我非常喜欢比较乡镇区的地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哦，没错，因为其实你也是从乡镇，对不对？第三对不对？金秋的故乡。对，我係讲中华是我第2个厝，我才常常来。你常常来，你来中华买一个厝好啊，来家多。哇，难怪呢，拍了外面就好几间那个新盖的房子，因为是不是？对，我刚经过的时候想说，哇，这个房子盖的真漂亮。来这边对不对？度假，而且你知道我们深港这边呢，还有那个优格饼干学院哦啊，还有自己 DIY 做饼干呢，是，可以知道饼干的制作过程，还有蛋卷工厂也是。太棒了，我跟你讲，要住就是要住在妈祖庙附近。是，你是货人哎。因为我住旗山，也是住在妈祖庙附近。我跟你讲，妈祖快掉。妈祖来给你保庇。保庇。啊，不管你起码就是去光嘛就搞哎。是。哥拍戏嘛就厉害。啊，谢谢。之前大三元虽然是默默的没有什么台词的电影。对，我的电影。然后呢，也去拍了华视的戏，叫做《到底来老的》。是。然后现在，对。然后呢，现在也跟彩华姐还有什么陈大哥一起主持今天晚上8点的《黄金年代》。今天晚上8点多完了。9点过了。请你们回去看重播，拜托。是，所以那感觉就很不一样了。我觉得还是要保留那一颗赤子之心吧。对，因为我觉得不管你在什么位置，
我觉得彩华姐就是我一个很好的榜样。她不管到什么位置，她还是很谦虚的人。哦，我觉得这是真的要跟她学习。OK， 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小凯呢，在我们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内心话，而且有我们彰化的朋友很多的时间在这里呢来演唱歌，都讲就几条呢。对不对？不够，我们继续用来听一些好歌。好啊，接下来呢，我要带来一些很经典的歌曲。我相信在光临总队也要唱，只要那个前奏一下，就知道了，你们就会自动张开嘴巴跟我唱了。是。待会大声一点好不好？让我听看看彰化人的歌声如何。OK。彰化人歌声是很棒的。来哦，我们彰化很多歌王歌后。来，带来一连串的主曲送给大家，谢谢。掌声许不开。来，第一句给你，这首歌叫做《输无的人》，你一定会晓的。大声一点哦，全场一起哦，哈。1、2、3。我心爱输无的人，你怎？唱歌唱，虽然是无我的，甲伊来分离，伊等伊风听山去，风云无了时。 伤心泪，孤单。
心欢喜。山的这首歌，我海边的人拢应该要唱，敢都要有，来安怎的唱？伊就是风雨风的路程，路中清澈笑着水，因为心意，情丝难离，不知自己要行倒位去。全场一起。怎么了？奉命奉茶，谢谢，不好意思，来，你们需要甘露水吗？敬你们一杯。这有加起耶哦，妈这有加起耶。就 OK。哦，草花节到了是不是？待会呢，一样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草花节哦，记得哦，对，好。接着呢，刚刚带来一连串的组曲，接下来呢，来唱一首啊国语的好不好？啊，赶快哦，这个歌的年岁拢比我侪岁，差不多差不多有40-50岁的年代啊，年纪啊，对。这首歌呢有一个姿势，有一个手势，希望大家当跟我做伙走，我的粉丝就知道了。我们把双手举高来，双手都举高，我看一下。好，对，那你们会摘葡萄吗？摘葡萄。对，你们知道什么歌了吗？现场应该知道，对，陈良丽小姐的歌《葡萄成熟时》，就让我们一起摘葡萄，好不好？来，谢谢。Oh, my mother. My mother. Yeah. 你看我囝好笑无？来，你看我有水无？来，谁一个分看一个。哎呦，讲脚就是脚，讲身材就是身材，讲面我就是面。对啦，我管鼻仔就是鼻仔，目睭就是目睭，嘴就是嘴，拢无连做伙。哎，我是正妈嘞。正妈。对对，啊，你这么帅，你那个裙子。没关系，没关系，来，再开一点。对不起，这就有看有保庇啊。今仔日这尔的情现场，这么多人，对不？啊，搁这尔凉爽来抱我写信来，给你拍一下抱啊！哎呦，我囝好笑哦，哪有咧斗哦？勇气你的情你到位，尖叫声！哦，好久不见。有一段时间了啦。哪有？有啦，我们有半个月。半个月不看你看吗？对对对。一日不隔，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如隔了三秋。对对对对对。你甲看，哎呦，现场你遮多粉丝啊！是啊。大家好，你来看麦，这尔的节目的支持，哎呦，好朋友哦，哦，看到你袂是干呐？啊，看到家己的亲人同款，是这尔的情。是啊。歹势。安怎？啊，你要唱歌对无吼？我没唱歌。啊，我来用用走出来。我嘛不知影你对我这么唱。当然我还对对，但是我就听到阮囝吼，迄歌声我就讲袂掉，有够高唱。谢谢啦，谢谢啦。对无？真正遮高唱，搁遮尔有才华，又高演，对无？这是妈妈弹琴，这是你弹琴。真正大家要好好甲徐富凯支持，好不好？好不好？哦，歹势。没啦。啊，迄落，你不我过来边仔 QK 是？现场好，哎，现场好。
这是我妈妈王彩华。对，很美啊。我是台湾滨崎步了，波比。哎呦，怎么了？儿子是。抓来听，你们看来什么好听的歌？我请几首的经典老歌，叫做《葡萄成熟时》。哎呦，我今天刚好也有葡萄。没关系啊，真的吗？你刚吃完是不是？我刚刚真的有吃葡萄啊！真的吗？是啊，很甜哦，加好加的。那我自己本身也有葡萄。讲太多了。哎，谢谢冯小姐。小姐掌声欢迎徐梦涵。来，不要忘记那个手势啦，来一起哦。需要忍耐，将满怀希望寄托于未来，用满面笑容，愉快地等待。轻轻，别好多珍重。一起唱。葡萄成熟时，我一定会来。谢谢。轻轻，别后多珍重。双手举高。葡萄成熟时，我一定会来。谢谢。葡萄成熟时。谢谢，谢谢我们的舞群老师们辛苦，谢谢。好，刚刚呢有配着音乐，我想要听一次没有音乐，你们唱的会是怎么样？要不要？有。葡萄成熟时，怎么了？我一定会来。好棒，给自己一个掌声！太棒了，太棒了！有欢喜无？今仔日？有吼，有就好。好就我也欢喜。啊，哪会菜花钱拿出来，毋过愈欢喜？对，就是爱这种热情吼，麻烦一下。接着呢，来，我要唱一首呢是我自己的创作。这首歌呢是写我们爸爸妈妈的歌曲。你若听迄个歌词吼，我看者，今仔是迄个规家伙仔。来野手一下，也是甲
老婆、老公一起来的，我看一下有没有？有吗？有。来，你们要拥抱一下，我才知道哪一对是夫妻。小凯，阿嬷，阿那个，阿嬷给你几位？非常之要。哎呦，阿嬷，你好，这，袂使，我搁有阮妈妈伫后壁，嘿，啊你嘿菜花姐，啊看我了再转去，啊我甲你去一间上好无？来。谢谢。好，接着呢，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刚刚讲到是我自己的创作，叫做《我的世界只有你》，要送给大家，谢谢。山珍海味，你嘛同款食甲笑眯眯，饮水饮一吐就是咸酸甜，因为相爱所以无气气。衫有拍开，不管一年四季，心情拢是双双无对对来，心头甜蜜全是你的气味。往事讨厌已经惯是潮湿路，我的世界只有你，敢是红线牵到底？是心灵的魔力，也是天公相创意，予你做我人生的第一场是好，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甲全部拢予你。是啥物代志？只要你会通欢喜，逐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谢谢，小心哦。好，我们让我握一下哈，握一下哈。谢谢。谢谢。相人世界，谢谢。啊，笑看好感恩。一边认真，一边我，一边你，啊，一世人就安尼过日子。谢谢，我的世界只有你，是红线到底。谢谢，是心灵的魔力，也是天公相创意，予你做我人生的第一。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甲全部拢予你，不管是啥物代志，只要你平安欢喜，逐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现场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对他讲的？高不高兴？有闲看着拜妈祖安尼好不好？咱搁叫阿凯搁继续唱歌好不好？我的世界只有你，敢是红线牵到底？是心灵来保庇，也是天公相创意，予你做我人生的第一。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甲全部拢予你，不管是啥物代志，只要你平安欢喜，逐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幸福的滋味。我的世界只有你。谢谢，刚才大家谢谢现场朋友，谢谢，谢谢，谢谢小凯。我一定要留在台上呢。
介绍，要迎接她出来，对不对？女神驾到，女神驾到。来，恭喜你的现场公开。妈妈来呀！妈妈来了，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好好的迎接她出来。对对对，要给她那种隆重的感觉。来 ，Ladies and gentlemen。